各位兄弟，高早，平安。平安。这是请咱压头当心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使阮平安有福气，过来你的殿宇，领受你的祝福。主啊，阮知阮亏欠你真济，常常归荣耀伫阮家己的身上。感谢主伊拢是无结伫阮的歹，赦免阮，继续来祝福阮，来使阮平安。阮感谢主阮台湾，阮的国家目前伫经历着表面上看着是真国泰民安，但是私底下，这个中共不断的找空找芳，要来惹起事端。主啊，求主你引领阮的国家台湾，求主你，互伊会当伫你的旨意里面有平安。恳求主你的稳定，佮临到阮台湾所有的百姓。后个月也是阮美国这个土地要选出新的总统，求主你来立你，选出你旨意中的总统，来继续带领着你这个你所属的国家美国。我咧感恩上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既然遵守公平、相信行公义的，招人就有福气。也我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纪念我，用你的救恩临到我。这是咱要来吟诗学了，圣诗282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愿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主，伊对天神投胎，对在世女满也出世，伊本有必了好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神永活啊，就地早坐转灵背上的路营，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啊，永远的hòa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我要让用交托的方式，我来刻请会众来个，记载伫启文第6篇。启文第6篇也是诗篇23篇，是圣诗后壁面第10页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的灵魂精英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在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温暖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，旧约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14节，32章第1节到14节。八是看见摩西沿前无落山，八是就组织到阿伦遐，对伊讲：起来，甲阮装上帝通行伫阮的通行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出埃及地出来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啥物。阿伦对因讲。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，耳仔所挂的金环，绑伊来摕互我。白色就绑因耳仔内的金环，摕来互阿伦。阿伦就对因的手接来，煮一只牛仔，用插刀雕刻伊。因就讲：以色列啊，这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的。阿伦看了，就伫牛仔的面前起大。阿伦阁宣布讲：明仔日要守节服侍耶和华。隔日清早，因起来献烧节甲平安节，百姓就坐伫咧饮食，起来滚笑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去啊，你落去。因为你的百姓就是对埃及地带出来的，已经败发家己，因紧紧离开我所吩咐因的路，为家己煮一只牛仔，跪拜伊，献祭伊，讲以色列啊，这就是带你出埃及地的上帝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我看这个百姓，看。是颔棍耳的百姓，你他出在我要大受气因，要报因用你成做大国。摩西就对伊的上帝耶和华求情讲：耶和华，你啥事大受气你的百姓？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的手对埃及地带因出来。啥事互埃及人有话讲？
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害死因伫山中，对地州拄灭因。求你回心转意，煞你的大手气，无降灾祸互你的百姓。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捌指家己对因说讲。我要互恁的雨会亲像天顶的星遐多，搁我所讲的即个全地，我要收拾恁的雨会，要互因做永远的业。对安尼，耶和华体会无降落伊所前所讲的灾祸，互伊的百姓。安尼读中文译本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迟迟没有下山，都聚集到亚伦跟前，对他说：“我们不晓得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遇到什么事情，所以请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。”亚伦对他们说：“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的戴着的金耳环摘下，拿来给我。”人民就摘下他们的金耳环，送到亚伦跟前。亚伦把耳环融了，倒在模型里，铸成一头金牛。人民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明。”于是亚伦在金牛像前筑了一座祭坛，宣布说：“明天要为上主守节。”第二日一早，人民牵来了一些牲畜，有的当生祭烧化，有的当平安祭吃。他们坐下来大吃大喝，狂欢作乐。上主对摩西说：“赶快下山，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人民犯罪背弃我，他们已经偏离了我的命令，他们走的道路。他们用金子铸了一头牛，向他跪拜，向他献祭。他们说，这牛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明。我知道这人民多么顽劣。现在你不要拦阻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灭绝他们。我要使你的和你的子孙成为大国。”但是摩西向上主，他的上帝恳求说：“上主啊，为什么向你的子民发这样的怒呢？他们不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救出来的吗？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你故意领他们离开埃及，为要在山里把他们完全消灭了呢？求你息怒，回心转意，不要向你的子民降大灾祸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记得你向他们发出了严肃的誓言，要使他们的子孙繁多，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并且应许把这整块土地是给他们的后代，作为永久的基业。于是上主改变了心意，没有把原来要加给他的子民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所启示的，这是咱要请牧师来为咱祈祷，并带来信息。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敬拜的对象。咱先三甲额头来祈祷，感谢上帝赐予阮一礼拜的凉爽的天气。明仔载开始又搁要变天，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。阮有看见遮的野火，已经渐渐受到控制。求主你继续施恩，特别是看顾遮的救火的人员，互因伫这个救火的中间，依然有主你的看顾甲保守。阮继续为着阮所面对的疫情来献上祈祷，
阮知还佫有真侪所在即个染病的人咧增加的中间，求主你毋但透过阮透过即个科学家、医学家的研究来发展即个药来帮助阮，也互逐个会通照家己的本分、照起工会当挂嘴暗，毋但是保护家己，也是咧尊重保护其他的人。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交托伫你的手中，继续为着吴牧师娘，李牧师娘，也为着即个文化所，明仔载早起文化兄要做检查，也求主你甲弥三甲地地，看顾阮每一位。阮特别感谢你，互阮有稳定。当阮咧思考讲，阮需要一个较大的电视云幕伫即个所在的时阵，主你就为阮备办。感动听主的兄弟，将去年的电视来赠送互教会。即种真奇妙的恩典，阮实在是深深体会。伫亲像你过去伫以色列带领因出来集的中间，你准备真侪恩典互因共款。阮逐工拢咧领受主你为阮所安排的一切，阮求主你继续来看顾。伫即段时间，阮有困难自责，但是阮无累积，无冷心倒退，继续来伫主日的时，透过网络，透过无共款的方法，伫普通时也透过有共款的方法，继续互相带导，互相扶持。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，求主你的圣神也甲阮三个伫地，也阮伫今仔日的启示的中间，会当得到主你的提醒。伫咧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今仔日即个圣经的背景是伫出埃及记，因已经行入去伫即个西奈山19章已经伫遐啦吼，就发生真济的代志上帝也交代因10条诫的诫命吼，咱前礼拜信仰告别中间，咱有读10条诫，咱来分享着即个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就是咱真熟的，咱上知影即个做金牛的代志典故。做金牛，咱会通用现代的一种话叫做造神运动啦。啥物叫做造神运动？造神运动。咱来思考看卖讲，咱的周边敢有？即摆敢有人咧造神有无？有啦吼，介济啊吼。其实政治人物某一个程度来讲，拢有咧造神运动，互伊一寡军队者，伊讲啥拢支持伊吼，这是一种吼。有一寡宗教领袖，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有造神运动的做法吼。比如讲台湾的即个某一个宗教，刻一仙翁仔，你着爱捐几万箍，即仙翁仔就送互你安尼吼。为着迄仙翁仔，安尼讲分身啦吼，安尼讲分身。咱上落尾我会讲到台湾一寡民间宗教的想法啦吼。咱知影伫过红海进前，以色列的生活是因甲埃及人住430冬，因学习足济迄种民间宗教，是讲道神的敬拜即种的代志。所以咱今仔日要借着这来看到因的问题伫倒位啦吼。咱看到讲，到底摩西是因的神，也是摩西领受迄个10条诫后壁迄个上帝才是，也是因所做的金牛，到底倒一个是才是因所爱敬拜的对象呢？怎么往后走？是嘞，倒一个才是？这啥？这毋是地图啊，嘛毋是星座，这是啥 ？City of Rome， 罗马城啦。你看到罗马城这个图片，你会想到一句成语？条条道路通罗马吼。我来讲，有人用即句话来讲宗教，南加州有一个人安尼讲，伊讲所有的宗教拢有当通到救恩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毋对，咱会当来思考看卖啊吼。罗马互人看起来印象就是安尼，所以伊用安尼来譬喻，有足侪人用一句话来鼓励人，对无？吼，行行出状元嘛，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吼。但是即句话会当放伫真侪所在，敢会当放伫我拄则咧讲即个伫信仰的追求的中间，即个爱好好思考啦吼。牧师认为即种是一个异端的讲法啦吼，因为无圣经的根据，而且毋是无圣经的根据尔，是违反圣经的讲法。连面我会讲到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吼。如果即句话成立啦吼，所有的宗教拢会当通到救恩的时阵，就无需要基督教了，对无？安尼讲对毋对？对嘛吼，逐个宗教拢会使通到救恩的时阵。那安尼基督教就无特别啦嘛。那基督教的信仰特别伫倒位？咱连面会继续来讲啦吼。保罗安尼讲，如果若无过活，咱所传的是枉然的，咱所信的嘛是枉然的。这是伫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。咱知哥林多伫倒位？咱哥林多拄啊伫马其顿、土耳其伫遮，即个马其顿吼伫即边遮。拄啊，迄个爱琴海的即边，我欧洲的，所以伊基本上是一个希腊多神敬拜的民间宗教结制。嘛有犹太人内底有一寡人无相信有过活的，所以因伫教会内底有产生足侪的问题。保罗真清楚来讲，如果若无过活，如果基督徒的信仰毋是特殊的，那安尼基督教的即个宗教无存在的必要，所以讲是枉然的吼。所以伫所有的宗教内底，唯一讲到过活的是啥？写伫圣经内底，基督教，吼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啦吼。吼，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，真清楚。咱有咱的特殊性，吼，当然咱无用安尼来排外，吼。但是讲，咱有咱的特殊性，咱的特殊性是伫倒位？上帝咧甲咱讲的真理伫倒位？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、第7节，耶稣安尼讲：我是道路、真理，我是活命。若无借着我，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。若要来问一句话，即句话甲拄则咧讲条条道路通罗马会合无？基督教为甚物叫做称作基督教？咱伫拜五有讲吼，就是伫使徒行传11章的所在，迄群人因的信仰、因的追求、因的基础、因的行达，组成基督。所以当时时人就安尼讲啊，即个是基督军队者，安尼就对啦，吼，基督的军队者啦，吼，咱来用政治来讲，你会看讲有一群人穿红色的，你讲这个叫做川普们，有无？啊，有一群人的，你会讲伊是啥物诶？拜登们，安尼迄个意思啦，就是讲支持的人，迄个军队的人。当初时伊嘛是用安尼讲，啊，即军队毋是犹太教的人，所以拢军队耶稣的，所以叫基督徒，基督军队者。用安尼咧讲吼，我想用现代想法，咱会使来了解当初时因的迄落吼。所以耶稣甲因讲，你若捌我，就捌我的爸。OK， 倒转来拄则讲迄句话。所有的宗教拢会当得到救恩吗？那照圣经耶稣亲自讲的话，透过捌我，才会当捌爸。对打了后，恁就捌伊，已经看见上帝。即个爸伫咱会记耶稣时代无新约吼，耶稣伫时代咧讲的旧约的爸，是咧讲啥？就是咧讲旧约。所以咱绝对毋通讲旧约甲咱无关。旧约就是咧启示耶稣基督即个救恩的，透过耶稣基督去捌迄个爸上帝的身份，所以迄个对象真清楚吼，即个对象真清楚、真严格。咱今仔要对即个经文来去思考，特别是其实咱台湾人咧面对的，咱有讲到印度，拜五时咱讲到印度，印度有足侪民间宗教。其实你若看一寡较传统的所在，国家民族。因拢有足侪无共款的心灵，
亲像过去牧师一长的时间咧，甲咱讲着，伫埃及内底以色列人即个十个灾难为的目的是要创啥？就是上帝咧甲生命的战争啊！哦，十个灾难其实是上帝甲生命的战争。咱今仔日嘛看到一句话，就是摩西甲上帝讲的。伊毋是讲惊埃及人咧笑上帝甲以色列人直接灭掉，其实咧讲着迄个生命啦。你伫当初时你甲伊招战，你的权柄比伊较大，你是要来保守以色列人啊！你的目的毋是要来毁灭以色列人。上帝爱足清楚摩西知影即项物件，知影伊咧敬拜咧军队的对象是啥物啊？好，咱无好人呐。逐条道路拢有伊的功能，拢有伊要去的一个所在啦。你嘛有可能踅较远的，你嘛要踅嘛会踅会到，但是有的人会迷路啦吼。所以咱无好人，逐个人拢咧敲吹，逐个宗教嘛拢咧敲吹。咱用真简单来讲，台湾人是安怎拜妈祖？妈祖，我嘛捌甲大家分享过，妈祖伊叫做女神，叫做啥物？海神，是要来保护行船的人，足爱拜伊。所以咱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咱的妈祖的敬拜是安尼足深，诚做文化，足歹改吼。逐个人拢咧敲做求恩啦，但是毋是逐个人拢会当去找着上帝，咱请会记这样代志。耶稣伫马太福音第7章，伊安尼讲。恁着爱入去A门，因为互咱到伫灭亡迄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入去的人嘛真济。但是到伫永生迄个门是矮的，路嘛是细，找着的人安怎少？耶稣讲真清楚吼，找着的人真少啦。逐个人拢感觉讲，哦，遮人啊济，啥物人会安尼行？我毋知咱伫台湾的时阵，咱的朋友安尼无，少咧吼，去坐游览车买倒位进香，有无？嘿，咱厝边咧烧进香啊，就缀一进香团去啊。咱讲夜香祭拜，足侪人咧行迄条路，无拄是救恩的路。足侪人咧行迄条路，无拄是救恩的路。耶稣嘛安尼讲，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拢袂当入天国。只有尊叹我爸旨意的人，才会通入去。只有尊叹爸旨意的人，只有尊叹上帝所颁布的诫命的人，才会通入去上帝遐，会当得救啦吼。所以当迄日有侪人讲主啊主啊，我毋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奉你的名行侪的奇事吗？吼，我就明明甲因讲。我从来毋捌恁，恁遮会做歹的人离开我去啊！我毋知咱读即段有感觉怪怪无？咱倒转来22节，我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真济奇事神迹。啊，即个人主讲啊，我毋捌你啦，为虾米？甲阿伦共款嘛，伊咧做啥物事？做金牛。伊安怎讲？这是带恁出埃及的耶和华。这是足大问题啦吼！我对来讲，伫宗教的即个环境内底有真侪真有才调的宗教领袖，嘛爱真细致即个部分。当你咧做神的时阵，是咧做家己的神，还是咧荣耀背后的上帝？我想这是足大、足深的提醒吼。所以要安怎敲出？耶稣讲：你若求，就互恁。好，啊，足侪人就讲嘛，讲特别迄个成功神学的人，做用即段。你着求，上帝一定互你。你若无得到，就是安那，你毋敢求。哦，安尼，即个讲法就足侪人足大压力呢。听讲每一间足大间教会的牧师娘，退休了后70、80岁因过去的会友去看伊，
开门的时阵，迄无顺就甲讲，因无说已经过身啊。伊讲，你开到即个车来看，你敢袂感觉足普通的嘛？这是成功心态的人。恁祈求就要找到，恁拍门就甲恁开门，这是耶稣讲的。你若敲吹，就要找到。但是问题是讲，你要拍倒一个门，你要找倒一个对象，这才是重点嘛，这才是重点嘛。你若拍毋着门，咱台湾话一句话讲啥？请鬼摕药单，捌听过无？迄就是去找着人啊，要安怎得救？保罗安尼讲，你若喙承认，心相信，一定得救。所以有人讲，安尼我着喙相信，喙承认嘛，心相信啊，我嘛免去教会，嘛免洗礼啊，安尼拢毋对吼。这圣经毋是安尼教示的吼，但是你喙相信一个公开的仪式，也是讲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你愿意承认你是基督徒，心相信是安那，毋是讲我相信安尼尔，毋是。迄个心代表啥？咱最近拢咧讲这样物件，真心真意咧讲啥？性命。所以你要用全部的性命来相信，你才会当得救啦。咱前摆文华兄嘛伫早间是咧问的吼，要得救其实是后壁佫一个真长的距离，你爱去完成的，咱咧讲天路历程。OK， 那到底咱要敬拜什么呢？还是讲咱的敬拜对象是啥？牧师今仔日调讲用这个什么，是要来应对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所领受恩典啦吼。什么是啥物呢？这个原则咱来思考啦吼。基督徒应该思想什么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双关语啊。什么是上帝的恩典？这个什么是叫做玛纳啦，对无？以色列人看到玛纳讲啥？迄个意思，因袂记这个啥的后壁是上帝，因食玛纳食40天啊，因袂记因所伫这个过程的中间经历的。是背后有一个真活的上帝，永远的上帝咧保守。为什么？因看袂到上帝嘛。今仔日个经文一开始安怎讲？以色列人去找亚伦啊，紧诶啊，紧诶啊！迄恁小弟去咧山顶吼，遮尔久啊吼，咱拢无看到伊啊，有无？伊到底是安怎？咱毋知影。所以伊看无，因就失去信心啊。咱人对真侪物件看无的时阵，咱就无信心。民间宗教是安怎去刻一个偶像？是安怎？毋但刻一个偶像尔，伊搁来放一个芳，搁一只狐神，甲封起来，迄叫做入神。伫咧做仪式，入神仪式了后，你看这神明咧城内底，安尼。咱需要去看到，你若有机会去鹿港的妈祖经，伊迄个正厅的边啊，有几间的细间房间，内底拢是较肥的细身的，大细拢有啦吼。妈祖，刻茶色的，咱会总知影迄上仔茶去刻的嘛吼，迄无问题。就足奇怪的，另外一间房间吼，拢分甲乌啦。我就问迄个庙仔管理的人，我讲是安怎要分乌？伊讲，迄就是表示去用，互人足侪人拜过，分较乌的啦。因甲这个分身摕转去厝里，讲我心内有平安，因为眼见为凭。这是咱的信仰，这个是咱的信仰。领受啥物话？拄则讲啊，我常常用这个字，因为这是双关啦吼。以色列人穿玛纳叫做啥物？因为因毋知影迄啥物物件，因嘛毋知影是毋是袂记即。迄个背后是上帝咧赐恩典。当因看到摩西讲，你看这个山就是上帝的山，因所看到是啥？雷公的声，四那的形状，因惊到要害。所以咱前礼拜伫经文咧讲啊，
摩西，你甲伊讲就好，我无爱甲伊讲，惊我会死有无？因惊到要害，因所看到甲因想象的，甲因期待的无共款。因无法度去看到上帝背后恩典的背后、保守的背后，因看袂到什么是因所要爱敬拜。因看无摩西40天无去啊，因伫遐开始失去信心。所以因凊彩找一个什么，伊嘛毋知影。伊安怎甲阿伦讲？起来啦，甲阮装一个上帝啦，甲阮做一个上帝，即句话叫做造神运动啊。甲阮做一个新名互阮，互阮通好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看袂着，什么形状拢无要紧，你只要讲伊是我的上帝，我就甲拜伊啊。其实这就是民间宗教的形式，民间宗教的形式。但是真可惜哦，咱注意看吼，足趣味哦。咱若基督徒啦，咧讲奉献吼，拢着爱教足久的吼。而且讲吼，有迄个倒一个牧师吼，足爱讲奉献的，是迄嫌薪水无够济哩，安尼有人爱讲的吼。但是你若注意看民间宗教咧奉献吼。因足甘的呢。咱看今仔经文安尼讲，阿伦讲，恁甲恁所有的，你家己的儿女的，啥物物件拢起来？金，你知影即个时阵的金仔价足悬啊？你知影？我讲即摆，为什么？因为世界咧动乱，亚塞拜来这边咧战争。中共的飞机一直咧来，拄则主境倒咱离岛的中间，美国咧选举，有真个所在咧袂稳定的即个中间，佮全世界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，咧战乱的时期，什么会上值钱？金仔。所以因拢甲金仔刻落来呢，创啊，做一个因毋知影什么的神明。因袂记咧，迄个带领因渡过红海，闪过埃及，即个真强勇的部队诶，佮互因有水泉通好食，有玛纳通好食，有烟吞肉通好食的上帝。你会记咧圣经讲，因无通好食的时阵，因安怎通来餐？是安怎带阮来食？人阮若伫埃及吼，佫有包。满饼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为着即个毋知影什么的上帝神明，因创啥物？因伫遐食肉呢？你有发现无？这是足强烈的两个对比哦。杀因家己的精神来献祭，来食，来欢喜，你有感觉足奇怪无？对上帝时阵是憨惨。对毋知是甚物的即个偶像神明，因却甲道咱中间上贵重的黄金，因的话无通好食的肉，拢摕出来。咱讲把所有的都献上，那是基督徒才偌好，是毋是安尼？要奉献什物？因只不过是为着一只金牛，因所毋知影的神明。来奉献真高贵的金银财宝，上帝是看袂到的，上帝叫摩西去介绍，互以色列人认捌的是讲，你甲因讲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，你爱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打发我到这里来的。上帝佮甲摩西讲，你甲因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，亚伯兰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。雅各上帝，即句话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摩西用来甲上帝讲，伊咧确定伊的信仰，毋是咧提醒上帝。有个人讲哦，你看上帝着爱摩西甲提醒啊，所以伊就无要毁坏毁灭即个以色列人，毋是啊。上帝爱确信摩西的信仰，伊知影伊咧敬拜啥物人。这是耶和华的名，要直到永远，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上帝是永远的上帝，
但是坦白讲，英文呢，就倒转来第一项，英文看会到袂？英文需要啥？英文需要信心啊！伊彼书11章甲咱讲啥？信心是安怎？中文讲未见事实的切据，这个英文。上帝讲我是耶和华对即种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的上帝，吼，因毋捌，伊嘛讲因毋捌，以色列人毋捌，但是上帝要对因坚定因所立的约，对过去是安尼，上帝用历史的经验来提醒因，历史的经验是看会到的物件，听会到的见证，来提醒因，伊是一个。过去着四罗恩典看过的上帝，今仔日也甲因三甲做伙，将来也要守护因入去伫所应允的所在。所以伊讲要甲即个因要架开的迦南地守护互因，吼，伊也听着安尼吼。第六节讲，你爱对以色列人讲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伸我的。大开力的手来刑罚埃及人，来叫恁脱离，吼！等伊这个拢是上帝叫摩西去甲以色列人讲，啊，更较重要是伫后壁吼。第7节伊讲啊，我要用恁做我的百姓 ，OK。一开始是讲我是恁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个时阵呢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吼，这已经无共款啦吼！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也要知我耶和华是恁家己的上帝。这个时阵，以色列人还无法度将上帝看做家己的上帝，所以因还毋捌上帝啦吼。所以我就祝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迄个地要享受互恁，这是将来看袂到的应允咯吼。所以因嘛是伫遐，啊，搁咧思考啊。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上帝，咱拄则对迄段经文来看，咱就知影，上帝真清楚甲咱讲，圣经讲，信伊的人袂跌到见笑。咧回应今仔日的经文，摩西所讲的，上帝袂互咱伫世间人的面前得到见笑，袂互其他的生命的面前得到见笑。上帝改变伊的意思，无刑罚以色列人。这个当咱确信来相信伊的时阵，咱搁倒转来伫这个出埃及记拄则所看的经文内底，咱已经拢看过。我来用后壁的经文互咱看吼。第7节讲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恁要做我的百姓。吼，这个真重要的代志。虽然咱伫面对侪个艰难的中间，咱一个时阵我哪会犹豫、会软弱、会软正，会去问上帝你伫倒位？但是上帝甲咱只讲真清楚，今仔日我要做你的上帝，你要做我的百姓。上帝讲，恁爱知我耶和华是恁的上帝。恁的上帝意思是讲，是咱的敬拜对象。咱感谢的对象，吼，伊是救咱脱离埃及。我用拿色的是讲，这是因家己经历着的。这个时阵是伫西奈山吼，伊已经经历着10个灾难，经历着过红海，经历着埃及的士兵去互淹死，经历着无水无物件，亚玛力人的战争等等的，来到伫西奈山骹。那些是因家己的经历啦，但是因犹原伫遐咧约讲，即个看袂到的上帝伫倒位？即个看袂到的上帝是之罪。我想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吼，伫咱人生经过真侪的艰难，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咱有当时嘛会搁思考呢，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是啥物货？真侪信仰的中过，定定问我一句话啊，咱要安怎明白上帝的旨意？我总是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，讲顺服伊啦，你就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。你若伫遐问讲上帝的旨意要哪明白吼，可能亲像讲我若明白了后，我就会遵守啊，那个有但书呢吼。上帝会讲你若遵趁我的命令，
恁就会当入去伫迄个迦南地。上帝对伫历史的上帝，慢慢成做咱家己的上帝。历史的中间，过去伊是赏赐恩典、赏赐救恩的上帝，现在伊嘛甲咱伫地。咱今仔日启应文诗篇13篇，这个是牧师上爱的经文之一啦吼。我上爱读的是迄句话讲，上帝所保守咱是陪咱行过迄个死荫的山谷。上帝继续咧带领咱头前迄个有水通好啉、有草通好伫遐歇困的所在。迄是咱真正敬拜的对象，咱做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以色列人因的经历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当阮咧面对阮甲台湾人三甲斗阵的时阵，当阮咧面对阮家己所拄着的艰难的时阵，求主你用你的圣心来开启阮。互阮会通了解，主，你是阮唯一敬拜的对象。伊透过比较甲阮讲，无阁有别个真救；透过耶稣甲阮讲，无阁有别条路通到伫你的救恩。当阮面对台湾的民间宗教的时阵，检测阮的人物无济，求主你帮助阮，无论因有偌济所做出来的神明。拢无法度代替阮所敬拜这个永远的上帝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伫这中间坚强来倚靠你，也会当用阮虔诚的见证来甲因三甲分享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要继续进前，我要先问咱吼，我囥伫后壁，因为有足济物件吼。咱对台湾的民间宗教了解偌济？咱可能会当讲是妈祖啊吼，若台北的人讲哪，行天宫较有名的，对不对？吼，咱逐所在拢有啊。你若是客家吼，会甲我回应啥物诶？三山国王庙，吼，客家有家己，搁客家叫做义民庙，吼，义民庙。台湾的民间宗教吼。有够济啦吼，我用分类来甲大家讲啊，分类内底有小可有这个重复，咱小可了解者，因为咱要甲你的朋友去传福音吼，你会知影讲伊咧想啥话吼。好，也有医药界的，医药界的当然神农啊吼，神农大帝因为药草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华佗，OK， 还有迄个虎山科的啦吼，咱看就好啊吼，咱看就好啊。足济啦，捌袂了啦吼。军人嘛有啦吼，做警察的嘛有啦吼，消防队的嘛有啦吼，做老师的嘛有啦吼。文昌帝叫做文官啦，鹿港就一个足大间的文昌帝庙啦吼。哦，有书法的啦吼，还有农业的啦，咱的中来神农，咱可能开了，过来，你若伫迄个农村去行路吼。逐角头仔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庙仔吼，一个大家叫做福德正神，咧固守迄土地安尼吼，足济吼，你小可去了解吼，你才有法度甲因对话啦，吼，这互我想着讲吼，埃及人就是安尼啊，因足济神明，所以因拢想挖过因的神明，要甲上帝来战争安尼吼，是嘞，食品业嘛有啦。当然，造型是第一个嘛吼，灶骹吼，但是即摆咱无用灶啦吼，啊，搁面包业吼嘛有啦吼，还有啥物豆腐的啦、酒业的拢有哦，因有一莫讲工业的、商业的、服务业的、宗教界嘛有哦，伊嘛有因的神明哦，搁有啥特种行业嘛有，台湾特种行业上爱去倒你知影？北边的18王宫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的信仰就是迄个为着咱定伫十字架救咱活命的，咱的耶稣基督，愿主帮助咱。继续。
就是咱要来吟诗学乐，上帝对咱的听。圣诗463首，463首，杨99，道理平安，请起立吟全诗。
倒转。我的主啊，耶和华，阮求你做阮的主。你是阮的主，治水会当甲阮对敌。你为着阮无惜家己的囝，为着继续阮贱人，献伊来牺牲来救赎阮，也将万物拢白白赐予阮，互阮对听我的主遐来得先教出来，为阮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今，是将来的，是权力的，是权是轻，也是别个想做的物，拢袂过长阮伫上帝遐，就是伫阮的主耶稣基督所话听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为阮所做的一切，也赦免阮一切的过错，而且阮欢喜献出你所赐的，愿主你欢喜来接纳阮所献的，阮而且安尼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名，阿门。这时咱要请牧师为咱请坐，为咱来祈礼关怀甲事工报告。要请咱看周报啦吼，我无甲伊用好势吼。咱即礼拜过节，即礼拜天气凉爽啦吼，咱也真有福气安尼，无遐尼热吼。啊，不过过来后一礼拜来拜四，会当90几度，要到100度安尼吼。啊，咧天气变化真大吼，请咱大家来较保守咱的身体。咱的文化兄明仔载早起10点要接受即个读者片的 MRI 的检查啦吼。咱特别来为伊祈祷吼。伊讲，伊分享讲伊有迄个密闭空间的恐惧症吼，所以望伫迄个时间前后，咱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来为着伊祈祷吼，愿主甲伊三角天地吼，毋但有平安，也伫检查中间会通得着顺序吼。好礼拜方面，我想咱无啥物较大的变化，因为即个时期咱也无法度有介济的活动吼。基本上就是咱鼓励兄弟姊妹来转来伫教会参加即个实体的礼拜，你拢毋免烦恼讲会超过迄个规定。咱的教会144个 capacity 吼，4分之一吼，咱毋免烦恼，咱的距离拢有够大啦吼，拢有够大吼。迄个你若阵无来礼拜时，你的奉献会当寄来教会地址吼，咱会同工会来处理。然后咱有看到即个我的倒手边，咱即马网络遮看袂到，等下较看吼。倒手边有一个65寸的电视啦吼，咱感谢即个主会长因替咱处理即个假啊吼，即个比如讲有 story 啦吼，有机会才去来分享啦吼。即个电视是一个杨兄弟，就是咱美琪的哥哥吼，伊要搬厝伊知影咱有需要，伊就真欢喜因为电视真重。所以伊敢嘛安尼亲自搬来遮吼，咱真感谢伊吼。好拜五的早间，咱会记哩，即摆拢伫即个7点半吼，7点半到9点的时间吼。咱即回要读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15章22节到41节。咱来去讲到第一届耶路撒冷大会了后，保罗甲巴拿巴受派，即中间有一寡因中间的argue。到底是啥？咱来看吼，若用安尼来反省咱的现代教会吼。前礼拜的出席拢总实体甲网络加起来21个人，
伫网络的查询有13个人，啊，奉献是385块吼以上，多谢。咱来读本礼拜的经文，以赛第4篇196篇第1节，咱来谈解。恁着好乐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不灭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不灭。4篇196篇第1节，咱来吟煞尾背上元513首。金丝线，请牧师为咱祝祷，请起立。咱感谢上帝过去的带领，也求主继续伫咱头前的路，咱所面对的艰难中间，继续施恩赐福，愿主的平安，甲咱三个伫地，对即条到永世大福尽。阿免。加者别倒。咱礼拜到这，我来甲这个PowerPoint 来先关起哈。来，互恁看下
电视遮尔大，啊看袂到，楚楚来，嘿，来教会看啦，去甲恁城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遮尔大。没有你，看电视和电脑就知影。65寸，你看迄个边仔电脑，吼。那拢无声音。伊拢关起来啊。恁会当开声呢？我来用较大声咧。恁会当开声，开始讲话。预备起。啊，咱教会无声是无？是咱这伊无听，我感觉。咱教会这当然是无声啊，我这个有声，我这个有声，袂当两个拢开。哦，袂当两个开。来，互你看，看大家。哦。过来啊！这个大台啦。哦，安尼。你看无？这头前诶。来哦，来看电视哦。喂，你就来看电影。那个放起来，记得这个大家先按照别这样子。哦。你灯光杂声哦。要走啊？电视开哦。居家隔离节。对啦，啊你领导嘛是爱用啊，喺学校内底疫情上歹的所在是学校。这个设计怎么样啦？知啦。啊，周牧师的油烟池修理好未？恁的油烟池修理好未？啊，有声有声。袂使。啊因讲话收无。啊，迄个我有听着啊。几百人 offer 啊，偌济人 offer 啊？